起这么早啊？哎，起来了，坐那等我啊，粥马上就好啊。我呀，给你煮点粥。昨天你不是喝多了吗？起来啊，胃肯定不舒服，喝点粥养胃啊。还有这个，一边吃呢，一边看报纸。这画红笔的呀，都是我觉着呢比较适合你的工作啊。你看这儿有财务助理，有广告策划，还有这个总经理助理。我就想了，这总经理助理吧，未来肯定免不了要应酬，又得喝酒，你又喝不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你啊。来，一边吃一边看，吃好了，看好了，把自己呢打扮漂漂亮亮的，开始新的一天。谢谢你。你看，老跟我说什么谢呀？知道你这人呢要强，凡事呢都得干好了，不能让别人比下去。我老觉着你跟家里要是胡思乱想的，不如啊出去看看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觉着这段时间累，想跟家里好好休息休息也行啊。对了，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没有，酒品好着呢，就是一直喝，喝完了就睡了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哦，好像说了一个什么这么多年什么最难熬的事都熬过去了，就想问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昨天丢了工作，心情不太好，所以瞎说了什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哦，我倒没什么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对我坦诚。哎，这几个工作哪个更适合我一点啊？哦，我觉得这还行，就这个财务助理，你以前不是学这专业的吗？而且这工作你也干过，我觉得这个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你。我也觉得这个比较适合。对，有双休，有节假，多好啊！来，咱们就试试这个。好，行，你先吃，我再给你摊个荷包蛋啊。这么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辞退依然？我是董事长，辞退一个员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辞退一个员工需要合理的理由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一个普通的员工，你这么上心干什么？你说给我听听，我不能辞退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没有做错事，所以你不能辞退他。妈，你不能因为你的私心这么做事情吧？我的私心？你倒是说说看，我自己的私心是什么？我的私心就是希望你好，希望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我有错吗？好吧，我来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辞退他。他是不是尚文芳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可以不承认，哪怕他不是，就因为他长得像，那也是他不走运。我不能让这样一个人留在你身边，你明白吗？你这是无理取闹。妈，我不喜欢你这么干涉我的工作。既然你把公司交给了我，那所有的决定全都在我。我不想这样，连我的员工都保护不了。你知道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要保护他什么？我做的这一切，都只是为了保护你。我要把有可能伤害你的人从你的生活中清除掉。少宇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假设，我只是假设，假设尚文芳再重新回到你的生活里，难道你还会原谅他吗？我们根据客户的需要做了以下设定，这是我们整个婚礼的主题，颜色呢是以粉色系为主的，像手捧花、手腕花、交杯酒的花，还有
那个话筒花都是以粉色的。为了跟这个主题相辉映，我们还启用了非常经典的卡通动物形象，是 Hello Kitty 为道具。哎，等会儿，就你们这些都是根据谁的要求定的呀？我呀，你放心，我的审美绝对没问题啊，挺好的。不是你觉得你的审美跟依然能比吗？你看看你穿的一身运动装就来了啊！什么呀？这叫年轻有活力，懂不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呢先回避一下，我刚才有点事儿说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哎，您跟这儿弄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婚礼策划，还跟这儿冒充新娘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家婚礼策划是我以前朋友的关系介绍的，必须打着我的名义才能打折。我这是为你好，而且这家婚礼策划是最好的，从服务到审美全部都是一流，还跟我来劲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呀？依然呢？依然被辞退了，正找工作呢。今天有一面试。辞退了？为什么呀？少宇他妈回来了，把依然辞退了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问半天问不出来。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少宇的妈妈一回来就把依然辞退了啊？还有就上次在婚纱店，这怎么突然跑了呀？你后来问出来了吗？就照婚纱照这事儿啊，我是一直想问，依然呢就一直黑不提白不提的，我也没找着一合适当口就问清楚了。啊，对，那天好不容易找着一合适机会，他被辞退那天喝多了，我玩命问，就是不说，就一件事儿，就是难受。难受归难受，你也得问呐。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可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了。这事儿可不是耽误你一个人，可能还耽误了人家依然。我们呢对你也挺满意的，啊，你为我做过独立策划案，形象呢也相当不错，啊，条件呢比较适合我们公司，啊，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答复以后呢，你才来正式上班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就回去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行，再见。谢谢。喂，你确定他刚刚去面试了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继续给我盯着。回公司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，我是依然。不是，你们没有搞错吧？刚刚还跟我说我的条件很合适，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就来上班了。不，等等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不可控因素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哎，你们才来啊？电话里都说不清楚，干着急，什么重大发现啊？你猜哥们找着什么呢？机密文件啊！让你看看哥们的办事效率。这2天我就一直想你这事儿，我总不能让我哥们不明不白就结了婚了，所以我通过重重关系从老师那弄到了这张照片。你猜这是谁？脸都看不清楚，这谁呀？这个尚文芳。可惜就是脸看不清楚。
不过我觉得你是这方面专家呀，你看有可能恢复吗？按照现在这程度，恢复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小李，哎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我这儿呢有一张那个人物的照片儿，因为年代太久了，这个脸上有点看不清楚，模糊了，这身上都能看清楚。你比方他穿的这个坎袖的白色衬衣，那领子上还有水钻呢，那脖子上那项链连字母都能看得清楚，可就这脸看不清楚了。按照现在这技术，现在能修复吗？哦，是吧？那行，这样，那我明天把这照片啊拿到店里来，啊，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哎，不对啊，哥，你这个跟我说的有些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受损程度明显不是这样的。你看这染色部分都已经没有了，这样修复起来几乎没有可能。不是我昨天晚上看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照片是依然故意弄坏的？不对呀，他怎么知道你有这照片呢？我就是怀疑啊，我也不确定。可是你说家里头没别人，那照片昨天还好好的呢。按道理说吧，他昨天找工作没找着，心情也不好，没工夫搭理我，更没工夫把这照片弄成这样啊。要照这么说，他心情这么差，还有心思干这事儿，那这女人心机也太重了。哎呦，关键是现在我们没证据能证明这是他干的呀，而且照片复原不了了，我们也没法证明他是不是尚文芳啊。我一猜你就在这儿。您一天到晚的也没什么事，您老往这儿跑什么呀？送照片啊，闺蜜照。哎，看看。哟，可以呀，这造型，哎呦，大片范儿啊，可以以假乱真了。瞎说什么？我今天来吧，是有个想法，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说吧。你不要结婚了吗？咱就跟美国人学一下，弄一个婚前单身 party， 把雷雷啊、依然啊、少宇都叫过来，咱聚一聚。你觉得现在这架势，我有心情搞什么单身 party 吗？这婚结不结得成还两说着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主意挺好。你想啊，依然和少宇要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你现在弄一单身趴，他俩心里该怎么想？说不定我们就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依然心思缜密，防备心也重，咱们得从少宇那儿入手，对吧？现在你们俩结婚，谁最着急啊？当然是少宇了。人一着急就容易暴露，真相就出来了。好像听着有点道理啊。看什么呢？
项链我怎么见过呀？啊？其实早就应该来看你了，但是这2天公司的事情太多了，回家还得照顾依恋。天乐怕我太累了，就不让我那么操心了。我见过，在医院依然来看我，戴的就是这个项链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我当然看清楚了呀，我当时就想问来着，我想也不是什么大牌子，然后造型也挺特别的，碍于各种我就没问。没错，肯定是这个。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我确定。照这么说，那现在这条项链应该还在依然那儿。哎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啊？哦，我这不开空调吗？你房间窗户没关，我关过窗户。哎，那个依然，那个后天我们搞这个小范围的聚会，就是那种婚前单身的派对，你一起来呗？婚前的单身派对都是男生，我就不去了吧。哎，别，朋友你都认识，也不分什么你的我的，也不分男的女的，你就一起来吧。我真的不想去了。你看，都是磊磊、谭少宇、爱宝什么的，你还是说不想见他们当中的谁呀？没有啊。依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跟我说呀？还是你对我隐瞒了什么事儿？我有什么可跟你隐瞒的呀？真没有。那这聚会……行，我去。那我先回屋了。你看啊，我找你来呢，这不是我跟依然结婚了吗？我呢想搞一个这个婚前的单身派对，邀请你来参加。这一来呢是想感谢你，在依然上班这段时间里能照顾他；这二来呢，这不是你们俩已经不算是上下级关系了，未来我们就是朋友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你妈呢，刚把依然给辞退了嘛，依然也没告诉我为什么。我就是觉得，要是依然真有什么事做错了，或者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聚会上呢和解和解。我这人吧，就属于心比较重，想的比较多。我老觉得依然呢有什么事瞒着我，没跟我说实话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未来我俩得生活一辈子呢，最好能解的都给他解开了。你了解他吗？啊？你了解他吗？或者说，你跟他真的合适吗？
哎，你这么一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。有些事儿呢，我从来都没跟别人说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要结婚了，那我也不会说。但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很了解吧？我向来做什么事情目的性很强，我很强势，我不允许自己失败，不允许自己走弯路，更不会跟别人说我失败过。我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控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，这样我有安全感。这么多年了，哪怕我再辛苦，我也的确没有失败过。但我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感情。我的感情失败过。你是想跟我说，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谈恋爱，是因为你感情受过挫？是。可是我没听明白你，这和你问我那2个问题有什么联系吗？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女孩，才会无果而终。我才是今天的我。我不想从现在开始，未来的林天乐和现在的我一样，走弯路。你那个慢点喝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是没看见，就他那样吧，不能用累或者烦来形容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睡了。问出什么了呀？什么都没问出来，跟我说了好多。他跟我说的吧，我从来都没听过。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感情，然后说他这里头空，反正最后跟我说让我别和依然结婚。明天的聚会想好了？说实话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，但是一想到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特别怪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跟我生活了这么久的依然，他会一直骗我。我真的特别想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真正的面对我，把这些事情说出来。你别瞎想了，我觉得不是所有撒谎的人本质都是坏的嘛，咱得看看他的动机。能陪我坐会儿吗？
鞋我已经给你擦好了，就在门口直接穿就行了。我还给你包里面放了一瓶牛奶，待会儿出门记得喝了。哦，晚上去之前你先垫吧点吃的吧，要不然对胃不好。不过晚上还是少喝一点吧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天乐，天乐，啊？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没想什么呀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操，干嘛呀？一大早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，愁眉苦脸的。我们是去参加人家单身狂欢 party 好吗？一副臭脸，讨债啊？谁臭脸了？我一直都这样。我不像有些人，表面上装的没心没肺的，这心里边吧难受至极。哎，我还真是好奇啊，你说，在这天乐告别单身的狂欢 party 上边，你说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他即将娶的女人，心里什么滋味啊？翻江倒海是不是？哎，什么意思呀你？什么意思？装什么傻呀？就说你呢，穿着花枝招展的，就是个配角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可不扛你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吃火药了吧你？对啊，我就是吃火药了，来点我，炸死你！咱们人都到齐了，让我先讲两句啊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和依然的这个婚前单身派对哈。那个打今儿以后呢，我跟依然就不再是单身了。各位同志呢，要谨记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们仍需努力。来，来。天乐，哎，依然，天乐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以后替我照顾好他。谢谢谭总。以后我不是你的上司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跟天乐一直关系那么好，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能够亲如兄弟。我们也敬一个吧。来，我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一起。哎，好嘞。看你们俩这么幸福吧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以前发生在咱们学校的爱情故事啊。你们想听吗？想。那我讲了啊，就是我们学校吧，以前有一个长得特别帅气、很英俊、家境又很殷实的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呢，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届的师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跟这个师姐一直相爱下去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个师姐后来突然就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变得沉默，谁也没说，就独自出国了。你讲这故事啊，我还真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有你这故事里面女主角的照片儿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？好啊，带来吧。来，你们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毁成这样了呀？这女的看不清啊。这照片呢，我拿到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可以依稀的看见这个女孩的相貌的，但是
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。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。哎呦，这实在是看不清了。少宇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吗？海宝，刚才那故事就是讲我的是吧？我承认，那男的就是我，而且那张照片呢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。她叫尚文芳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吗？我是尚文芳。依然，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，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就算你听不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？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我们所有人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有组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？我过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你不就是想把它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谭少宇，你太无耻了！那少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弄得我们一头……你闭嘴！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林天乐，听清楚了吗？她不是依然，她是尚文芳，她不嫁给你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件事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现在回答我！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，她很物质，你不要娶她。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不能娶？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一定娶她？你爱她吗？你爱她吗？你爱他吗？你爱依然吗？你到底爱他吗？我一直也挺奇怪的，你怎么喝了顿酒，突然就说要娶她呀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娶她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我在医院的床上。林天乐。我是尚文芳。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那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
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喂，我哲。哎，我说小公主啊，怎么今天听你的声音都蔫了？你平时不都是活蹦乱跳的吗？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跳不起来了。你怎么样啊？这么久没给你打电话，今天特难受，你还打过来了。妮妮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肯定有事儿，说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什么事儿都写在自己的脸上。那如果算了，没什么。哎，我的小公主啊，你就别吞吞吐吐的啦，说吧。如果你喜欢的人跟别人那什么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要搬出来，不住天乐那儿啊？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给天乐添麻烦了。他不嫌我们麻烦。大人的话，小孩听着就是了。干嘛呢，依恋？东西都拿不住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惹我生气啊！等会儿我。心情不太好，也没地儿去，过来找你。我是不是很丢人呢？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上了床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但你说林天乐居然是这种人哈，我真的是看错他了。我怎么想都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随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夏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说话，再也不理他，我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提他以后。
你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对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难受。我告诉你，他不值得我难受，高兴得很。你这样说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天乐，并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。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依然谈一谈。我找依然谈？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会告诉我吗？把你所有对他的疑惑都告诉他，他应该会向你坦诚的。会吗？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些话其实说开了更好。谢谢。啊。依恋，我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我给你道歉。我们去找天乐吧，我想吃他做的鱼和面条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是吗？我说了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去麻烦他了。你骗人，你就是骗人！他根本就不嫌我们麻烦，他很喜欢我的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不想跟你待在这里，他肯定现在也在找我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讨厌你，你每天想什么做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只知道要我听话，只知道要我按你说的去做。对不起，依恋。我知道你已经很懂事、很听话了，但是你真的要理解我。在这个城市，我们俩能生活下去真的特别不容易。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依靠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相依为命。等你长大了之后，我会跟你解释这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学会独立，要开始我们新的生活，好吗？坐下来，乖啊。喂，依然，我想跟你谈一谈，方便吗？我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跟天乐已经结束了。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要当面跟你谈一谈。希望你能答应。我现在不方便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关系到我们几个人，不光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别人负责，对吗？好吧。这天乐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这事儿现在真麻烦，早知道就不讲那故事，好心办坏事。这也不能怪你啊，有些事情早知道要比晚知道要好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明天你约天乐出来吃饭吧，他现在一定很需要你。你说我现在去他们家找他怎么样？
你跟依然谈了吗？依然都搬走了。我吧，就属于那种自己是一混蛋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处理好，结果呢，没对人家依然负责任，还把人家这么多年的伤疤给揭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管人家疼不疼。你说我干这是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挺对不起依然，也对不起梅兰妮，也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哥们儿。你说我这不就一混蛋吗？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啊。事情都已经到这样了，你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啊。当务之急是想想这些事儿怎么处理吧。我觉得梅兰妮和依然那边，你都可以先缓缓。主要你还是先找邵宇把这事说清楚吧。邵宇压根就不可能见我。所以啊，那你更得找他了。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不找他，他一辈子都不理你。还有你跟依然的事儿，我觉得吧，那种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得响的，也不能全怪你。这事儿肯定怪我。哥们儿，要不是我出那些馊主意，这事儿也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。唉，对不住啊。有些事儿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跟你说。首先，我要承认我对天乐的感情，加上你之前的一些行为，我对你怀疑过，所以我查过你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，就这样住进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，你怀疑我，这很正常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天乐会和你真的发生些什么。天乐都告诉你了？这一直是天乐的一块心病。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真的挺难接受。这些话我说起来不太合适，可我还是想问问，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？我的看法会影响你的决定吗？会。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儿真的过去，并且能跟天乐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。过去的并没有过去，你不要纠结了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天乐那一晚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天乐呢？欺骗天乐，我一直都心里很内疚。他对我跟依恋都那么好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可能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的，我一直想找机会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，可是因为一些顾虑，我一直都没能说出口。你有什么顾虑呀？我能看得出来，天乐非常喜欢你，
而且他只喜欢你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挺羡慕你的，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。现在一切还都不算晚呢。林先生，谭总现在很忙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谭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我有事儿找你说。我跟你没话说，你走。少宇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我叫保安。林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少宇是不是有……我是想报复他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成功。你为什么要报复他呀？少宇他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那个时候我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俩对彼此都是真心的。可是就在我沉浸在甜蜜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消失了，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他人，后来才知道他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才一直在躲着我。少宇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他早就来找我了。7年了，已经整整7年，我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他连问都没有问过。要不是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这里来找他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一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了吧。不过，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。像我这样一个被他玩腻了的女人，如果能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依然，我一直都觉着你身上背负着些什么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背负了这么多的爱和恨。这些都是谭少宇送给我的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之前还放出这么狠的话，依然，你就应该找他去质问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答应你出来见你，主要是我心里一直对天乐很愧疚。我知道你跟天乐是因为我才一直压抑着彼此的感情，我真的挺抱歉的。天乐他是一个很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你应该去跟他说清楚。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你就代我转告他吧，让他消除顾虑，你们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这个事儿我说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很合适，这是事实，事实谁说都合适。快去吧。那我这……快去找他吧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啊。嗯。谭总，怎么样？他走了吗？他还待在外面。告诉他我从后门走了，让他也赶紧走。好的。
谭总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回去？啊，李密啊，不想回去，不想回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扶，没事。坐呀。您喝了那么多酒，要不我送您回去吧？没事没事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李密，我不是我一朋友，我一朋友最好的哥们儿，跟他最爱的女人发生关系了，你让我这朋友怎么办？那得看他有多爱这个女人了。他爱这个女人，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。我觉得，一个女人不会放弃一个爱自己如生命的男人，而选择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。应该是您的那位朋友，对他女朋友还不够好吧？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我这朋友很爱这个女人，很爱，他没任何错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了解我这个朋友。他心里有很多苦，很多苦，但却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就只能把这所有的苦全都压在这儿，就压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谭总，那这事儿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，还是分开了之后？分开之后。哦，那这样说的话，就不算背叛了。毕竟那个女孩当时她已经是自由的了。再说了，您就没想过，也许是那个女孩为了刺激那个男孩，又或许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误会？我觉得这都很难说。你应该好好去劝劝您的那位朋友。没有误会，也不用劝。总之，背叛爱情的人，永远都不能背叛。这不叫背叛，这就是背叛。你走啊！我没事，你走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
少宇，有些话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当面说清楚？如果当面说清楚了，我认，我以后可以再也不来烦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，都是多余的。可是我有件事没弄明白，我就想来问问。那天你打我那一拳，是说你现在还爱着依然吗？是。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跟依然是，这一切吧，都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更不知道你和依然之前有那么一段，也没想到你居然现在还爱着他。你既然是我朋友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听我的劝告？什么劝告？我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你，我说依然这个女人工于心计，爱慕虚荣。我说过。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她不就是这种女人吗？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可以豁出去，什么都敢干，包括跟你上床。我敢保证，这一切不是偶然，是她精心设计的。那天你说依然的话说的那么重，你们俩之前怎么了？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有些事儿我不想再去隐瞒。是，我跟依然从前的确在一起过，但那是8年前的事儿了。那个时候我跟他领了证，正在筹办婚礼，连婚纱都是，但他突然就失踪了。突然，就那样，从我的生活里彻彻底底的失踪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我家里讹了一笔钱，逃婚了。所以我说他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钱，而跟你在一起，也同样是为了钱。你说他是为了钱？对，他是为了钱。他表面上装作不在乎物质，但心里边，他根本就在乎钱，很在乎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，我都不太敢相信我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。但直到有一天有人拿着汇款凭证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才相信，她就是这种女人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没有谈感情，也是因为她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吧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女孩。也许是受了情伤，也许是我心里边还有的。总之，在重逢之前，我在心底里设想过无数次和他再见面时候的情景。我在想，或许有可能他会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他欠我一个解释。可结果呢？结果他就那么出现了，出现在你身边，还要跟你结婚，还趁你酒醉就跟你上了床。这一切击碎了我内心最后一点希望，最后一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我也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心动了8年。那依然来接近我，也是因为
我的钱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说呢，林天乐？你不想想啊，他为什么就跟依莲住到你家去了？为什么你奶奶那么喜欢他？为什么他趁着酒醉跟你上了床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会让你一直回避着你爱的女人美兰妮，选择跟他结婚呢？你说啊，林天乐，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攻于心计的女人，放弃了你自己真正爱的女人。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很好，你很聪明，但没有感情这件事，你差太多了。天乐，你和依然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什么？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依然亲口跟我说的，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他只是把你扶到了他的床上，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。对，他骗我，一直骗我到现在。这件事儿吧，依然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也不能全怪他呀，都因为谭少宇。他们俩的事你知道吧？今天之前我都没想到少宇是这样一个人。不是，他跟你说谭少宇怎么了？谭少宇当年爱上别人了，找人打发给依然一笔钱，让他离开这座城市，可耻吧？啊，你这钱能打发一切吗？真是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骗呢？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谭少宇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没有理由骗我呀！他说了，他回来就是为了报复谭少宇。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怨气，处心积虑，你想一想，这仇恨有多大？我刚跟谭少宇聊完，他跟我说了好多呢。当年是依然骗婚，在结婚之前呢，卷了一笔钱就跑了。少宇一直找他就没找着，后来直到拿到这转账凭据单，他才知道啊，他一直深信的爱情被一笔钱给骗了。不可能，依然没有骗我，我有直觉，他没骗我。我跟谭少宇这么多年哥们儿，他什么人品我还不知道吗？他不可能把脏水泼在一女人身上，更何况了，这女人她是一直深爱的人。哎不，那个，依然真的挺可怜的。你想想啊，她性格一直这么温顺，这么多年来什么事都自己忍着，委屈自己受着。天底下真的没有女人性格是这样的，一定是生活中被事情打磨成这样的。你用不着替他解释啊，少宇多专一的一个人啊，爱他爱得这么深，他骗到现在。哎，你看看我，他也骗我了吧？骗我也骗到现在吧？我被他骗得万分痛苦，还一直纠结着呢。你还纠结什么呀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依然的问题。怎么就是呢？哎。男人都那么自私武断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爱情里面，永远受伤最多、牺牲最多、痴心最多的都是女人？哎，你凭什么说在感情的世界里痴情最多的是女人呢？啊，你们天天喊着平等平等，喊着我们的男权男权的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呢？哦，先把自己搁在一弱势群体的位置上。哎，在感情这个世界里面，没有性别的概念，只有人品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跟你说个事这么费劲呢？你拧什么拧啊？那我问你，依然要是拿了钱走了，他现在干嘛回来？这么简单，想不明白吗？哎，那你凭什么就说谭少宇背叛了依然呢？哎，我问你了，谭少宇这么多年身边有女人吗？有吗？他怎么就是依然说的那种忘恩负义、喜新厌旧的人了？你呀，你才被依然骗了呢，一点立场、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哎，林天乐，大晚上的我好心好意过来找你，我没立场是吧？行，你以后该干嘛干嘛啊！我吃饱撑着，什么事儿我都不管了。以后。
你跟我急什么呀？喂，你到哪儿了？咱不约好看电影吗？我怎么还没看你人呢？电脑坏了？不是，那你能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吗 ？CPU 啊？那行，你这样，你等着我啊，我40分钟到那儿，你呢来楼下接我。哎，好。